經書講，在雅各書1第2節，兄弟姊妹講，因為一個福氣係講切家裏下會跌落各樣嘅試探，但係呢，因為到上帝交代嘅一天要看顧切家，阿沙切家要謙卑嘅心嚟做家嘅法行。雅各書1第3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你愛啲。係講切家跌落試探之時，家就係屬於本切家也練切家嘅信心，切家嘅信心也係練從呢個試探，也係強嘅講，切家得到強嘅信心，得到強嘅力量，到家嘅利息都得到，切家能夠得勝利嘅路，讓人切家切去堅在呢個試探，唔好走，唔好閃。因為到係講切家要隔上帝強下，切家唔好走，唔好驚，唔好進，唔好退步。但係呢，要新嘅力量，隔切家充齊。雅各書1第4節咁樣講到，嗱，在呢一個切家嘅堅法嚟對付，得到日後咧講得到切家嘅堅，得到日家幫嘅字，意思係講得到強嘅字，為了咪？切家得到千萬，切家唔會受欠嘛嘅東西。嗱，即係讓人各樣嘅試探，切家認為嘅福氣，本切家連切家嘅信心強，連切家嘅心中強，而家信心越強，心中越強，切家能對付一切嘅痛苦，能夠對付一切各樣嘅修理，各樣嘅煩惱，各樣嘅擔心，切家能夠對付。但係呢，因為上帝要解同齊。阿沙要謙卑嚟到嘅面前，求一嘅恩典嘅熱天，祝福自家，帶自家去得勝，去勝利。嗱，即係讓自家嚟到上帝耶穌基督嘅面前，阿門。